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，伫咱这场的主日礼拜中，要举行今年度第1摆的洗礼。愿上帝亲自赐福带领接受洗礼兄弟姊妹，同时也要互咱已经洗礼兄弟姊妹会当照着这个圣礼典，搁一摆提醒咱，转到信仰的初心甲感动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对阮每一个人的救赎。主伫早起的礼拜中，阮欢迎信心上帝进入阮的心内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对你的话语中得到感动甲教示。主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阮拢会当得到利益。主，阮要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洗礼是正式注册，登记做上帝子儿。进入教会，成做教会新人会员的重要仪式。对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接受洗礼就是表明一个人愿意做耶稣基督门徒的决心。这甲洗礼前称作无道友是无啥共的。门徒就是决心跟对耶稣基督脚步来行的人。无道友是徛伫信仰的门外在徘徊，虽然心内嘛有受，也真意爱来到教会参与教会济活动，但是犹原保留一颗自我中心、受法甲主张，无做最后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的人。也就是讲，洗礼通讲是生命抉择的一个真重要的仪式。因为接受洗礼，就表示咱愿意将家己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给耶稣基督，而且掠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宰，无搁掠自我做中心。所以个人的生命态度、思想、言行举止等等，拢要甲洗礼前无共。所以洗礼毋那只是一种宗教礼仪，洗礼搁较是一种生命的决志，也是一种伫众人的面前做公开的信仰的告白。这就是洗礼重要的意义。我说今仔日要通过所读的圣经，要分3点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搁一摆来提醒咱洗礼的意义。第一，洗礼是甲基督结合，合而为一。咱台湾基督教教会是属于改革中的教会，所以咱每一个成年人拢一定爱知影，改革中就是改革中。甲你边仔人讲，改革中就是改革中。伫中世纪的修道院内面，修士因彼此见面，互相请安的时，拢会问：你死也未？你死也未？各位毋通着惊，即句话毋是在讲咱肉体的性命已经死也未，也毋是咒诅咱要得命。各位，即句话是要提醒咱。咱才会做上帝子儿的，伫咱的生命中，迄个旧的我、老我死也未。咱的属灵生命有更新改变啊无？当咱愿意更新改变，互咱属灵生命会当换做来死，搁较向主来活的死，这就符合改革中的精神，一直改革中。今仔日的圣经第30到第50甲咱讲，当咱接受洗礼时，迄就表示咱生命中迄个旧的我、老我，是已经甲耶稣基督做伙死、做伙埋葬。
也要用新的生命甲基督做伙过活。保罗通过今仔日的圣经表达，接受洗礼的人就是归入基督的死，做伙埋葬，然后做伙过活。也就是讲，接受洗礼就是甲基督结合的行动甲决心嘛，与基督合而为一的行动与决心。这也提醒咱，毋通搁甲过去迄个罪恶结合，咱来脱离沉沦伫罪恶中旧的性命，着学习耶稣基督的新性命。每一日爱甲主同在，同行甲同工，诚做一个甲主结合的新性命。所以，当咱接受洗礼，就亲像树木的接枝同款，是将两种无同的树互相结合，结做一个新的个体，来继续成长。当要进行接枝的时，这两丛树拢必须爱受切割。这个受切割，就代表着树枝的生命被致死的过程。因为无这个切割，两丛树就无法度进行接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替咱流露宝血，破除伊家己的身躯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受切割的记号。咱这软弱有罪的人，当咱信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主，接受洗礼时，咱也必须爱通过生命的更新甲改变，诚做咱受切割的记号。安尼，通过洗礼的礼仪，互咱甲基督会当伫受切割的所在，甲伊结合，互两丛树诚做一丛树，做伙成长，有合一的生命，合一的成长。这丛树内面的生命，就是新生命。所以，当咱信主接受洗礼了后，就应该努力离开罪恶的捆绑，学习罪来死。同时，也要学习每一天甲基督同行同活，展现出新的生命。为书民书的小要理问答，伊第一条就问：人一生活着的目的是啥物？人一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答案是：人活着的目的，第一就是爱荣耀上帝；第二是永远掠上帝最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每一天罪来死，向主来活，发出基督芳芳的气味，来荣耀上帝，永远掠上帝最欢喜。第二，洗礼是弃绝旧的我，舍弃老我。耶稣伫约翰福音第8章34节有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逐个犯罪的人，就是罪的奴隶。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第6节到第8节提醒，咱这已经相信耶稣，而且接受洗礼的人，毋通搁做罪的奴隶啊！爱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咱，脱离罪恶的捆绑甲权势。第6节的圣经有讲到，无搁做罪的奴隶。这句话原文会当翻译做：毋通亲像奴隶同款去服侍罪。以及第7节中间的脱离，也会当翻译做称义，或者是收讨棒得自由。所以第6节、第7节会当翻译做：咱知咱的旧的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，是为着要毁灭罪性的自我，
互咱无阁亲像奴隶共款去服侍罪，因为人死啊，就对罪的权势中受讨绑得自由。这就亲像一个死刑犯，当伊受处死了后，以前的罪恶就无法度搁再控制伊啊。同款，甲基督做伙死的人，也是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因为照着基督替咱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咱以前犯罪的债务，耶稣基督就替咱还了啊！互咱人会当伫罪恶的捆绑中受讨绑得自由。相时，当咱接受洗礼，照着信心甲基督结合的时，咱也是甲基督做伙过活。也就是讲，咱甲基督结合做伙的时，咱就无搁再是一个拥有家己性命绝对主权的人。咱是愿意互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主，参与伫基督的性命内面，grund底伊的脚步，实践伊的教导，做伙献身伫上帝国实现的人。这款甲基督性命的结合，是表示着咱愿意看无家己，牺牲奉献，无条件来付出，毋是要享受，或者是来荣耀咱家己。保罗伊伫以弗所书第4章22节到24节，甲歌罗西书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，也有类似的教导，是讲到基督徒就爱褪去迄个旧的我甲旧的习惯，就爱穿迄个新的我，互心智更新改变，伫生活中有上帝的形象。基督徒照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而且要甲基督做伙埋葬，无搁做罪恶的奴隶，这是彻底弃杀旧的我、旧的习惯的行为。安尼才有可能照着安尼结连伫基督，产生新生命的款式，成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洗礼重要性，毋是爱得到教会的会员证，洗礼重要性是照着甲基督同死也同过活，得到甲基督结合的新生命，互咱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第三，洗礼是迎恩新生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拄则有讲，洗礼是甲基督结合，合而为一。洗礼是弃杀旧的我，舍弃老我。洗礼搁较是迎恩新的生命的开始。洗礼了后，要有新生命的关键，在伫爱改变。总是这个改变的关键，也有缘在伫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本身的抉择。抉择就是决定甲选择。各位，接受洗礼这个礼仪，这个仪式本身是无任何的功效。真正重要的是在伫接受洗礼的人本身的决心甲信仰生活的实践。这个情形就亲像一对男女因彼此相疼，要来举行结婚典礼。总是这个结婚典礼并无法度保证因将来婚姻生活是幸福的。只有当事人伫结婚典礼了后，愿意下决心，以及努力经营婚姻生活的方式甲内容，才会当维持迄个婚姻甲家庭的幸福。所以接受洗礼，只是咱基督徒互上帝称作伊的确认。这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第一步，
是学习上帝性格的特质的开始，也是真正跑走天路、学习正性生活的开始。简单讲，接受洗礼是做耶稣门徒的开始，是入门，不是完成。正性的生活、成圣的生活，就是上帝囝儿生命中的重心，是一世人拢在学习耶稣基督生命的功课。所以，接受洗礼的信徒应该时时自我省察，家己是毋是真正有基督国外的新生命，或者是咱只是有教会新人会籍，会当伫教会内享受福利，参与伫教会运作经营，展现自我的才调，也是咱会当满足某种的权力的欲望。一个信徒领受洗礼，如果只是伫洗礼迄时有清楚的感动，日后却无用实际的生活去努力追求属灵生命的事，无偌久，咱阁会恢复到还未洗礼前的状况同款。也就是讲，洗礼了后，若是思想、行为、言行举止，咱甲过去洗礼前拢是同款无改变，安尼洗礼就失去意义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洗礼接受耶稣基督真做生命的救主，伊要甲咱同在，拯救咱脱离罪恶的管辖，迎向耶稣基督的新生命。前一阵仔，我伫参加小组的时，拢有听到兄弟姊妹在问：我洗礼了后，毋知影会当为主做啥物？各位毋知咱有问过咱家己无？我洗礼了后，毋知影我会当为主做啥物？伫《拉比传奇》这本册中间有一个故事，叫做《拉比的故事》。内容是安尼：19世纪欧洲的乡哪内有一间修道院，过去捌有济人来到这报道修行，辉煌一时。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，过去的光景无阁有啊，非常大的修道院变做冷冷清清。到现在，只有剩5位老修士。老院长一日想到修道院的未来，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。后来院长有听讲，伫山顶迄个小木屋啊，住一个对社市内迄个犹太教的老rab比，真有智慧。所以就想讲，我来去小木屋请教老rab比，有啥物方法通来复兴这个修道院？老rab比一看到院长来，非常欢迎伊。但是当院长表明伊来的意思的时，老rab比除了表示同情以外，只有一再抱歉，因为伊无啥物好的建议通互即个院长。rab比讲：“我知影迄是啥物款的情形。现代人真冷淡，已经无信仰啊。伫城内嘛是同款，差不多拢无人来会堂啊。所以rab比甲院长互相流目屎，因也做伙读了几啊篇的圣经，也彼此分享一款信仰的问题。因做伙来享受迄个安静美好的时间。当天要暗的时，老院长要离开前，伊搁一摆来问即个老rab比，是毋是有办法会当来复兴伊的修道院啊？老rab比回答：真实的，我无啥物办法，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一件代志。你知影无？
伫恁修士的中间，有一位就是弥赛亚救世主。老院长转到修道院了后，就甲其他的修士来分享这段的经历。煞车的几啊天，这几位修士就开始在思考列比所讲的话。恁中间有一位就是救世主弥赛亚，恁中间有一位就是救世主弥赛亚。这句话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呢？点讲真正亲像即个列比讲的，救世主弥赛亚就伫咱的中间嘛。如果是，安尼是啥物人呢？老院长应该伊带领即个修道院啊，已经超过20几档啊呢。不过，嘛有可能是约翰修士哦。每一个人拢知影，伊对圣经上解熟啊，佮常常互信心来充满。不过，咸讲会是彼得修士，袂吧？迄个人有时句句毛毛，讲话真直接，常常拢会刺察着人。但是事后详细受伊讲的话，伊讲的大部分嘛拢是对的呢。绝对毋是雅各修士。伊是一个常常互人忽略的人，但是真奇怪，伊有一种特别的能力。每一摆若是有困难、有需要的时啊，伊拢会出现伫身躯边啦。无的确伊才是救世主弥赛亚哦。当然，老列比讲的迄个人绝对无可能是我啦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无可能是我，无可能是我，无可能是我。因为真重要，我要对家己讲3摆。毋过，假使老列比讲的真正是我咧，万一我就是迄个救世主弥赛亚呢？上帝，毋是我，毋是我，我承担袂起啦，我承担袂起啊！我承担会起吗？每一个修士，因拢开始进入这款的思考的中间，想来想去，总是无答案。但是就是伫这款的思考过程中，所有的修士渐渐用非常尊敬的态度来互相对待，因为家己所面对的人，万不伊就是救世主弥赛亚，怎样会当无尊敬呢？因也开始用非常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家己，因为万不伊万分之一。家己就是救世主弥赛亚呢？怎样会当无尊敬家己？怎样会当看轻救世主弥赛亚呢？修道院是起伫一个非常水的树林内，三不五时也是有人会来到修道院的草地野餐，伫花园内底散步，伫教堂内面在祈祷、在默想。这个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感受着5位老修士因发出迄个互相尊敬的气氛。这种气氛就充满着规个修道院内面，互修道院发出一种特别和谐的吸引力。后来的人毋拿家己真意爱来，因也欢喜带因的朋友来到这个特别的所在。因的朋友也同款，也带搁较侪朋友来到这个所在。无偌久，
这间修道院，无道者就愈来愈侪，络绎不绝。一人参加进修礼拜人也愈来愈侪。修道院阁恢复以前的复兴，充满活力，加做这个地区的信仰中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洗礼了后，加做基督徒了后，咱会当为主做啥物呢？各位，套用这个拉比的礼物的故事，假使咱将所拄到的每一个人，当然也包括咱家己在内，拢看做是救世主弥赛亚来对待，也就是讲，当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上帝时，当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上帝的时候，想看卖，这会为着咱的上联教会的宣告带来偌大的祝福啊！咱也捌听过一句英语的缩写 WWJD。What would Jesus do？ 假使是耶稣，伊会安怎做？每一个咱拄到任何的情形、人事物，假使是耶稣，伊会安怎做？如果咱用这款的心态来对待咱所面对一切人事物，也就是讲，当每一个少年人拢会当用正面救世主弥赛亚的眼光，属上帝新生命，甲真实听的行动，彼此款待时，众人就会认出咱是属上帝，咱是耶稣的门徒。就亲像耶稣讲：“恁若相疼，众人会对这来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”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勉励，接受洗礼，毋那只是决定咱要接受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的机会。洗礼了后，搁较爱进一步来追求甲努力，才会当完成伫耶稣基督内面加做新创造的人的目标。洗礼绝对毋是生命已经更新改变的保证书，搁较毋是进入天堂的签证。牧师要提醒咱大家，一切信仰功课的学习，甲生命灵性成熟的目标达成，拢是咱一生要努力追求的目标。亲像主耶稣讲，天国是着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啊！牧师期待所有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拢得到上帝信心的引带甲帮助，做伙赢黄新生命，活伫甲主同行的生命，享受伫甲主同在的生活，互咱加做上帝福音的出口，甲祝福人的管道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当阮也是罪人，无完全的时，你就互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替阮受死伫十字架顶。你互耶稣基督救我，也通过安尼，互阮会当得到耶稣基督救我的新生命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真正是会当将阮家己摆伫你的手，互信心引带带领阮，互阮的生命不断伫改革中，互阮愈来愈亲像你，互你来欢喜。求主你来帮助，来带领阮，也祝福阮每一个中间，因为信心的帮助，看见耶稣基督国外的生命伫阮的生活的内面。主，阮将一切摆伫你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